我是姐姐李文，我是弟弟李富生。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，耶！我是一家，我是伫咧都市大汉的囡仔。台语虽然是我阿爸阿母的母语，却是我伫大学才捡回来的语言。即马台语对我来讲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啊。阮想要找找伫咧台湾庄头内面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并且对伊做伙体验修行的迄一天。是屏东的李港，我即马要来找一对姐弟啊！听讲因兜最近咧修行菜瓜甲木瓜，所以今仔日我就要来带大家来去做伙体验因平常时的生活。行！这个车敢有名字？你敢有改号名？有哦，你号什么名？播音737波音737。哎，细字哦！喂，细字。塞车要有技术。哎，无你敢知要安怎采收啊？就生干，是安怎？你来，那个刚才输啊，是把你的手箍起来吗？敢是安尼？你的手敢会收细？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这俩差不多。以这个跨度，差不多这个长度安尼，就差不多400克姆啊。啊，你敢会使阿姑？会使哦。你讲看卖。哦，这个483当量是对。但是咱普通的时阵，咱拢会套一个，互你弄，互伊这个菜瓜去市场的时阵，较袂套伤。哦，所以爱套一个袋啊。咱其实拢是伫树顶的时阵，都会套啊。这是我的阿姑，哦，伊伫种七瓜啊甲香菇菜瓜，我嘛有时阵会去斗相共。阿姑你辛苦啊！我阿姑嘛做缘投的。今年33岁，还袂到女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帮我阿姑介绍女朋友。这敢袂使？这袂使哦。咱来看卖，肯找着啥物？这会使哦。啊，你抠看卖，你用你的手抠看卖，你安尼。啊，你敢袂使？会使哦。红桃啊，我袂加。好，你要加。会使无？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咱先来问阿公，阿公感觉这粒有偌重？你来试看卖，试看卖，敢有准？这粒可能好哩400。400，咱来看卖哦，敢有准？400啦，400，哇，差不多啦，400甲400啦，差不多。这个会使是毋是？这敢会使？这嘛，这敢会使？这个会使吧？这个会使，爱用玻璃拢甲伊套起来。你敢会使？我甲伊抱好无？1、2、3，嘿，甲伊套起来。好啊。好，爱用加刀。换你哦，换你去。1、2、3，好。哇！咱的菜瓜吼要很平顺，就平，顺啊。啊，这个是歪歪，这个是。当会歪歪。来，安尼你看有无？吼，歪歪。哦，真正歪歪。啊，伊这算鸡胸果。鸡胸果。鸡胸果啊，咱甲拍掉，
伊才袂食咱的营养。哦，咱互营养集中，互伊水的个样会搁较水，这就是算畸形的，所以咱爱伊拍掉。拍掉。啊，这会当看家呢，这会当看家。安尼哦，安尼就水的。哦，我这爱互美女，爱互美女。无啊，你就做缘投的。美女。哎，我感觉咱这做辛苦，敢袂当食一个？好啊，会使哦，这会当青食哦。会使现食。哎，我挂回家。挂回家，你莫挂回家。啥意思？直接含皮吃哦。无啦，皮莫食。皮莫食，我感觉皮嘛最好食啊，皮唔免食。咱这种火锅菜龟真正会吃。普通的菜龟，因为伊的甜度无够。你看这是甜的呢，青食嘛是甜的。甲你下下。哦，安尼嘛会当下下哦。哎，我甲你下下，你就较。较好食。要高水。安尼就是喙笑目笑，就这样呢。对我袂使讲，袂使讲话啊。敢好食？啥物口感？好食。好食。会甜。会甜。足够正的。你知影这像啊办这就好无？你九十八、99、100，行。弟弟要带我行，我袂晓行。有弟弟是哦。有弟弟是？倒位啊？问弟弟。正中间。哦，足长的呢，这个弟弟是。我袂使，我足惊的。我把它除掉了。你把它除掉？你看到？把它毁了。你都袂惊哦？啊，敢袂当行下骹较轻松咧？那我就直接走到里面。你要行遮哦？好啊啦。要行倒位？遮嘛有一条路呢。我无啊。好行呀。你要行遮？对。我要行遮。你要行倒位？遮。遮。紧走，紧走！你创啥？你几公斤啊？我足重的。应该不是我2倍吧2倍你啊？40几。食房仔煮鱼啊！我客人唔敢食房仔嘞。啊是啥物的无过会当办啊？就是有乌高红就会当办。你又讲一遍。乌高红，因为这红红的。这毋是黄色哦，这是红色。黄色。黄色，毋过叫做五高红。对。哦，啊，敢有五高？1、2、3、4、5。你要教我要安怎猜？安尼。安尼。要安怎？是用手安尼洗。安尼。安尼。啊，你有放起来啊？对。哦，弟弟要放啊！哎，我要改做要放。哎，你无互我放一个？你有放掉啊？今摆我来放啊，要安怎放啊？你拄仔讲是。开起来。安尼开起来。啊，这敢要弄嘞吗？啊，洗一个。对。洗一个就好啊。安尼，感谢呢，那个无长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对。安尼放。对。要放倒位咧？安尼我就办好啊，办好啊，袂当摸着迄个无过零。要安怎互伊用哦软？你敢知影？要用这个可以吃电头。电头甲伊崩。电头甲崩。对。你若这种的，差不多第2天啊、第3天，伊就会变安尼。哦，就变伊安尼，炒遐济哦。这会变济，啊，这就会当食。对。啊，你敢会当会晓写？你晓写无过无？安尼摕刀来写看卖。
哦，为中下落去。对。之前木瓜不是都有籽的吗？哎，为什么无籽啊？刚刚龟无籽，刚刚龟是无籽的。嘿，无籽的。啊，有籽的叫做啥？纯仔龟，纯仔龟。嘿，哦纯仔龟。迄皮歹食，哦，就甜的呢。嘿，啊，做甜的。敢有甜甜的？有，好食无？好吃，好食。好食。啊，你感觉好食无？囝头讲好食，好吃。好食。好食。这样。哎，冰淇淋好哦，好哦。哦。我没吃。你也嘛？这无籽啊。哦，无籽就当食食。啊，你看镜头诶，看镜头，镜头。啊，看起来就好食对的。啊，你嘛要下一粒吗？中是空的呢，因为中无籽。因为无籽。为什么恁兜的无鸡肠拢遐尔矮啊？你看，迄骨头拢长起啊！因为迄是矮化，矮化什么意思？安尼会当会当创啥？洗久。哦，是哦，因为伊较矮，所以让洗较久。对。是咱安尼较好办啊。较好办。你若较悬，咱就较歹办。哦，就爱用土啊。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像这了，伊就要，这长就要甲破，你看伊的刀啊，看伊刀安尼破。是安尼是哦。第爱用啊角，爱用啊角，伊较少的。哇，这专业的。啊，家己凹。凹灯。唔是凹灯，把它转一圈。袂当灯。转一圈。哇。就是安尼。安尼袂死哦。袂。袂死，啊，就从迄啊。瓜敢袂当破。你家己试看卖。你袂晓。我袂晓。你家己看。你话你破迄张会害。有可能哦。迄含菜无共咧，菜顾无起来，佫顶看咧。这就会死去啊！这伤专业吧，我袂使。你提供啥？我伫即无乖，这真无贵。爸呢？爸爸即马伫。我咧乌头。乌头。哇！伊原本遮种的即个材啊，一定种无活，啊，所以要定种。哦。嘿。啊，摆用着目睭哦。这样的目睭会安怎？无爱杀菌的。啊！蚯蚓啊，蚯蚓。蚯蚓表示这土做营养的呀。哦，这大只的呢。哇！20、21、22。这是倒位啊？这是阮阿公种的七果仔行。安尼，阮去找你阿公好无？好啊。你阿公敢毋知？无诶。阿公，我是姐姐来遮打沙工。啊好，来欢迎。啊，阿公平常时对伊安怎？足好诶。足好诶。对，我甲弟弟成绩进步，甲考试100分。阿公就带我去食碗粿、肉圆、肉粽、鸡排。因若来的时，算有啊，我就若有需要盗用，我会甲讲啊，因两个就拢足肯盗用的。是啊。若要收叶啊，我讲来 Apple， 喂，啊，叶啊帮我收收的好无？啊 ，Apple 拢会倒收哦。哦，哦，对，好，哎。阿嬷，阿嬷 ，Apple 甲品，因为拢会来遮倒沙工。来遮佚佗啦。来遮佚佗。啊，拢佚佗啥物啊？哦，就看远的有啥好佚佗，像啊，伊都看鸡啊，看啥的，我来教伊安尼啦。过桥米线惹人爱。这就是过桥米线哦。对哦。哇！
银色的呢，那会遐尔长的感觉。是人人爱，啊，为什么人人爱？因为迄最好食，人拢爱食。人拢爱食，所以过桥米线人人爱。王之蚊子草，看这蚊子，王之蚊王之蚊子，因为蚊啊足侪，蚊啊足侪，啊个足大的。对，啊，这是放哦，这是放哦，蚊啊，这是蚊啊，伤大吧？伊的蚊啊，甲伊的头同款大呢，对啊，所以伊的蚊啊是遐尼大。哎呀，这个公车就水了呢，这是啥物道啊？伫屏东的公车拢驶做安尼吗？还是加这台车呢？只有这一台车，这台车呢？我很常看到这一台车。是哦，这啥物？耶，我们终于可以坐车了。我要坐车，拜拜，拜拜，开始拜拜。我要跟他赛。你要改赛跑？哎，听讲你招标就厉害呢，敢是？伊招标第一名，你招标第一名，啊你班几个人？我16啊，啊又转来一个。哦，啊你是第一名。那个我们运动会跑60公尺比赛，我第1名。哇！甲查甫的，甲查某的第一名。一包乖乖。哇！啊，敢好食？啥物口味的？那个椰子袂歹啊，椰子袂歹食，袂歹食。阿祖你好，啊你来遮创啥？我要来园林啊。小等，阮敢袂当去找你？会啊，会使。你爬起来遐坐，来，坐车去，敢袂当坐车去？这两个来，这啊我袂使哦。你坐会落无？我坐后车厢。我敢若会当用走的呢。我要跟你。安尼会跑酒车？我爱酒车，现在再坐两个。哎，再坐两个好。我敢会伤大只，我一个人就无啊。没啦。你上镜诶？阿祖镜诶，遐个。会使好哦。阿祖你好，谢你。安尼是啦，好，是安尼。啊，弟了就是恁兜的人哦。嘿啊，啊弟是阮兜的人啊。就是恁兜的人啊。袂当协会啊。哇，惨啊！莫讲惨啦，还较欢喜。哇，就欢喜的，有红包会当摕啊。即摆就拄啊种尔，拄啊种就使买。这是啥物豆啊？迄买豆啦。你敢知影啥物是好的？知啦。因哪会拢知影？啊，阮做事人嘛唔知，即点哦，这是一所派的，无要紧咯。啊，我想要炒。你甲用夹不来啊？这摆来不来，你啊夹。啊，要安怎？安尼哦。啊，我哦。啊，所以倒位？啊，设计的。我靠这起啊，安尼，安尼起啊。哎呦，我拢无试看卖咧，你拢无看？安尼我要用这，这是我的无龟阿祖。好，这是阮的三宝啊。哦，对无？伊是种无龟甲发财。我上爱食我阿祖种的花。你哪好讲话啦？阿祖你辛苦啊，我爱。哎呦喂！你看有怎好讲话无？怎好讲话？啊庆嘞！庆你后壁。庆你看后壁哦，你是遮。庆来翕相。阿祖你。阿祖来入来。好，安尼好嘛？来，你来遮好啊。我来遮。来看遮，一两三。啊，这是阿祖，啊，这嘛是阿十甫岛，这是阿祖。这就是伊嘞。17岁时阵。17岁，哦，我即要过来10年啊嘞。对啊，足久诶。有啊，这安尼有水无？你无讲，讲较大声的好无啦？水无？那都歹势。一起讲的第一课。迄一天的第一课，请问观众朋友，你敢知这要安怎念？
念了足好诶。安尼 Apple， 你敢知这要安怎念？我要学飞大飞的木龟铃。哇，袂歹袂歹。我要学飞大飞的木龟如林。哇，我要学飞大飞的木龟无灵。耶！啊，要加糖无？爱。我买5杯大杯的木龟牛奶。哇！啊，阿妈嘞？我要5杯大杯的木龟牛奶。这大杯嘛，嘿。大杯的木龟牛奶啊。 5杯大杯的木龟牛奶，哦，对。这木龟就阮的，哪可能去对？安尼你偌济钱啊？哦，迄你啊，我骨头你才会免钱。免钱。啊，是啥物时阵开始拢家己煮菜的4年下学期，看妈，我就上来煮。我第一摆煮的时阵是蒸卵，妈妈就讲我蒸的最好的。哇，真好啊！就芳诶，敢有芳？有，安尼，咱摕去互房试食好无？好啊，来，哇！来啊！好厉害！这是 Apple 做的。哦 ，Apple 厉害哦。嘿啊，啊你要试食一个？哦，来来，吧。阿祖先，举出来就好。敢好食？好食。啥物味？两个味，两个味。爱讲口感嘞，然后好食呢，足够真呢，敢有香香？哎，对，真的。啊，会使食？无以后拢看你啊。看你哦，以后你就会总破衫嘞。好食，你煮的拢好食，你煮的上好食。这敢是澎湖菜龟？对啊。这就是澎湖菜龟。这敢是大板的？对。敢有食过？无，我拢食泡面尔。我较老食泡面。啊，你唔着惊爱食上菜草的？然后感觉家真正足幸福的呢。然后大家爱继续幸福落去。啊，你和姐姐规工安尼做伙有啥物感想？就是无想要我离开啊。要落来哦。你嘛安尼啦，我安尼我嘛会想要哭呢。就是我家己感觉 Apple 是一个较无自信的囡仔，毋过其实伊知影讲，伊家己想要创啥，伊其实想要留长头毛，啊伊嘛想要做空姐，所以伊其实是一个有目标的人，水水的呢。Apple 你就是我心目中上水的人，爱对家己较有自信嘞，加油！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我一号，呵呵，一两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这啥物？蝴蝶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哦，做一个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